美国又搁发生飞安事故，这是一架商用客机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红红城附近的机场要停下落来的时阵，是因为倒边的起落架啊故障，出去别位去弄着边仔的一架商用客机，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这是美国2礼拜来第4站重大的飞安事故。救护车紧急出动，去事故现场抢救受伤的人。出代志的0235型商用客机，车载为德州奥斯汀出发，目的地是红红城附近的斯科茨戴尔设立机场。想未到，出代志的0235型商用客机，因为倒边主要起落架故障，造成伊伫降落了后冲出跑道，弄到伫天气边另外一架原有200商用客机。这件事故也造成这个机场被逼关6点钟。I can tell you that we have 5 souls, 1 DOA, 2 immediates that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local trauma centers, 1 delayed stable to a local hospital. 这个意外死者是出代志的0235型商用客机飞行员之一，因为事故迄当时冲击力上大，规架飞行机是卡伫避浪的另外一架飞行机的尾流，救援人员用几点钟才将罹难飞行员的遗体搬出来。另外也传出这架客机是登记伫美国当金属乐团主唱范斯尼尔的名下，不过伊本人并无伫飞行机顶。On behalf of the City of Scottsdale and the Scottsdale Fire Department,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go out to everybody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这件飞安事故是我2礼拜以来伫美国发生的第4件重大飞安意外，包括1月底美军飞行直升机甲华府另外一架客机伫空中相撞，67人死亡。同款是1月底费城的医疗专机摔落来，也造成空中甲地面有7人死亡。另外2月初阿拉斯加北领航空小型飞行机也伫阿拉斯加外海坠落海平上，机顶10个人无人活着。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